大家好，今日講一講北潭涌度假營。呢個營建於1979年，位於西貢區，入邊有好多活動，亦都可以住宿。今次我哋只係訂咗日營，並冇過夜。今次由鑽石山出發，坐巴士96R，非常簡單就可以去到。去到之後，我哋首先去咗主行政樓嘅辦公室辦理手續，大家戴咗特製嘅手環之後，就可以開始活動。我先去咗飯堂望一望，雖然多年冇嚟，但佢都保留咗好多當年嘅元素，亦都有供應一啲嘅小食。跟住去到體育館，我見到一個攀石場，有人打羽毛球，我就玩咗一陣乒乓波。Day camp 第一個活動就係地壺，其實即係夏天版嘅冰壺，即係冇冰嘅冰壺。第二個活動係騎馬，嗰個馬其實冇任何嘅動力，不過咧騎上去咧都幾得意，同埋都幾嘥力。佢就唔係真正嘅馬，亦都冇放電，不過真係幾好玩。跟住去到遊戲室，嗰度有一啲憤怒的小鳥遊戲，其實即係將電子遊戲搬上現實，好似真嘅咁樣玩，都幾得意。然後走去泳池，不過唔係嚟游水，係玩呢個划船、彩復活蛋，個設計都幾奧妙。營嘅中間有一個遊樂場，喺樹蔭之下都幾舒服，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。跟住行去城網嗰邊，嗰度有一個叫做高空盪秋千嘅活動，高度自己揀，但望落去真係幾刺激。時間有限，好多地方都冇去，冇踢波，冇打籃球，亦都冇去海邊行下。諗翻轉頭都有啲可惜。至於離開嘅方法，我就係坐74R 去到太和站，亦係好方便嘅一架巴士。上次嚟呢度已經係40年前，營入邊咧變化好大。上次係宿營，喺呢度過咗一晚夜，感覺真係幾唔同。嗰個年代香港人好少去旅行，可能第一次出外宿營就係呢度，所以北潭涌喺嗰一代香港人心中有獨特嘅地位。大家而家去旅行都仲會話啊，呢度好似北潭涌啊嘅住宿，所以呢度係好值得我哋回憶嘅地方。今日就傾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